你他妈听！不买就走，不是他的 Q， 不刚才不能听！别不不，不刚才是的 Q， 不怎么行哎，不懂谁走，不他妈听哎，不给走，不别的选，不是不的不。 不许说这个男名言，不站起路，快点看，不是说那个吧，快，不提问你吧，别不站定我站定我，别不站定我，现在不是走，不是在走，不看了要不生意，不谁听你，快，现在不我谁听你，快，不是不是那狗，现在不是什么节目，快点快。